大家好，我是陈美珊。明天一起去乐园在客家电视台每周一到周四晚上的8点钟播出。这个戏其实谈的是3个在都会中的不同的家庭，他们所产生的状态。那在整个的剧本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请了2位顾问医师，邓慧文医师跟刘昭玉医师一起来帮我们做这整个3个家庭的一些故事的架构跟他们整个的心理的分析。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整个这3个家庭当中给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那就那个邓慧医师，好，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好，一个一个来。其实，当初在设定这3个家庭的时候，因为导演跟编剧已经提供了那个小孩子的雏形，所以我们在设想就是说，父母应该是会有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结构，然后会铺陈或者会影响到小孩子的心态。所以我先从这个奥斯卡的家庭开始来聊。其实奥斯卡他是一个压力很大的小孩。对，他知道爸爸是医生，妈妈是公关公司的副总，对，然后他就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很 gentle 的小孩。其实这样子的小孩哦，他内心到底是怎么样，需要他在成长的过程中自己去寻找，因为他爸妈给他的那个壳、那个模型太固定了。好，我们看一下，其实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甚至会可以反映出父母的矛盾。其实奥斯卡，我们说虽然他只有10岁，对，10岁他能吗？可以的，因为事实上我们在一些治疗或是家庭分析的场域里面，即使是2、3岁的小孩，他都可能借由游戏，例如说他怎么摆积木啊，然后他怎么毁掉他的积木，他怎么玩那个手偶，有没有？还有火车啦，一些他可以去表达他的感受的东西，他其实是会当场说出他爸妈讲不出来的互相的怨恨、纠结、攻击。这个在家庭治疗里面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Matt 跟 Winnie 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其实他们2个人都有很强的自尊心，对，都要表现得很完美哈。那么爸爸这一边是在知识上或是道德上面的完美，妈妈这边她必须是在能力上和外观上、公众能力上面的一个完美。可是他们内在都有一个没有整合的部分，叫做自卑。好，那往后看，其实就是观众朋友会看到说，他们各自的成长其实都带着一些伤痛。这些伤痛没有解决的时候，他们会很需要人家觉得他们完美，而他们没有整理的伤痕就藏在里面。所以他们2个人结婚好的时候，理想化的时候是找到一个可以匹配我的完美面的娇妻。他们其实就是一个 picture， 很漂亮的，很漂亮，就是找一个完美的拼图来拼我的人生版图。然后他们生了小孩，也觉得我的小孩应该是 angel， 应该是像我这么棒的一面。对，问题是当他们出现张力，或者说真的那个没有办法对话的冲突出来的时候，自己的自卑感会演化为对于伴侣的一种看清，所以他们里面隐藏着很多的敌意，很多的攻击，奥斯卡通通都会吸收到。那怎么说他吸收到？例如说，他不能像一个正常的小孩一样有胆小。我们知道爸爸是希望他勇敢面对所有的事情。对，那因为他的爸爸很受不了自己懦弱跟胆小的那个部分，然后他妈妈其实是不满意这个小孩可能不够活泼啦，或是不够开朗，或者是不够有领袖的那种有领袖的气质。所以你看这个父亲跟母亲都把自己害怕的东西变成是小孩子的禁忌。所以奥斯卡他没有办法像一个没有限制的小孩那样探索自己的各个部分，他很快就被塞进去那个模子里头。所以我给奥斯卡的父母这一对夫妻的一个家庭的那个关键词，好，这个关键词就是假的完美。而这个假的完美会在奥斯卡的症状、他的问题上面慢慢的被掀开。那掀开的目的是，其实小孩子是为了疗愈这个家庭。但首当其冲有一件事情是站在女生去看维尼这个角色，她是一个职业妇女，她要求完美，所以起因也是玩了一个游戏，是谁的妈妈最爱我嘛？我的妈妈最爱我，所以我们有一个起因是这一个职业妇女，这一个骄傲的女生，她不爱她的小孩，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朋友或讲说啊，那这个妈妈不爱这个小孩，其实她是真的不爱，还是说她更爱自己多一点？有这样的女生一直，其实应该有的吧？
对，其实这个是我们在讨论这个剧本的过程中，我们大家一直在谈的哦。那我的看法是说，当一个女性她没有丈夫很好的支持，那样的时候，她要去爱小孩，其实是有很多的挑战。因为像维尼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她很怕任何能力不足，就是很怕自己显现任何能力不足的状况。可是我想，可能任何有小孩的女性母亲都会知道，小孩子是世界上最难受控制的事物哈。所以不管你控制能力多强，小孩就是有办法让你觉得很挫折，觉得他不照你的意思。第一，他的气质养成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决定的；第二，他的行为，然后他的学业表现，他的活动状态，都不一定跟你想象的是一样，所以这对维尼来讲有相当的困难。而且我们不要忘了，在她跟她丈夫的关系里面 ，Matt 常常是抱着有一种隐性的对她的轻视。例如说，其实 Matt 是比较轻视像维尼这样会动用公众关系啦，你就是搞公关，好，你就只会外在那些东西。其实 Matt 很不喜欢这样的东西。其实他可能内心他想要的是一个怎么样很有美德，然后因为他童年的缺憾，他会希望他的老婆是一个牺牲自己，然后为儿子付出，这是补足他的缺憾。所以在这方面，维尼非常的痛苦，因为他擅长的东西丈夫不欣赏，丈夫要他做的东西他不擅长。甚至那是他的害怕的东西，所以维尼很容易会逃到他熟悉的工作领域里面，在那里他是有成就感的。这就是我说的，有时候夫妻关系不好会削弱人做母亲的能力，当然也可能削弱人做父亲的能力啦。那我认为，如果说奥斯卡他做一个这么乖的小孩他一定常常观察父母亲的那种压力，然后父母亲之间那种彼此的敌意，所以他希望自己不要出错。那就好像是我再出错，我爸妈就会爆炸，所以他要把这两个人好好的按捺在那里。你可以想象这个小孩压力，所以他其实在保护他的家庭不会崩解。是的，对。其实远山你讲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关键，小孩子都会有要去保护自己的家庭的这样子的本能，所以他们很辛苦。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个超乎大家的尝试之外，就是他会觉得小孩就是小孩嘛，你都不会想他贼，你不会想那么多，你就是快乐的长大。但其实他们都知道，小孩想的可多了，因为我觉得小孩有一个特质，我们在看家庭或小孩的时候，小孩子他们没有办法不真，他们的感受是真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像大人用那么多的武装、谎言、自欺、欺人来盖住事实。所以一对夫妻可以演的感情很好，可是你只要看他的小孩的状态，他小孩感觉你们是真好还是假好，非常非常清楚。小孩子没有办法不真。那我延伸问一个问题，那现在年轻人他打算要结婚了，他怎么知道他会变成这样的夫妻？就是我们两个恋爱谈得很高兴，不知道，这对我们两个怎么预防？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不，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对于夫妻关系或婚姻关系有很多心理学上的理论哈。那好，就以我比较熟悉或比较常操作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说的话，其实人是有意识跟无意识这样子的一个区隔。你意识上可以想说，我应该要找一个怎样的男人或女人哈，或者怎么样会比较适合我的未来、我理想的家庭。问题是你的无意识里面会有一些戏在那里上演。Matt 他应该想找一个贤妻良母，就不可能缺席的。但是他还是要漂亮，要一个带得出场的。没错。那我们如果回推来看，因为他自己童年在母爱方面的缺陷，所以他自己养成了一个自尊很高成就的个性，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个外在非常出众的女性来彰显他自己的品味。所以他一定要娶像维尼这样的女性。可是，在理想化在谈恋爱的时候，这一方面是怎么说？dominant比较显性，他看重的是维尼的外在。可是，一旦进入家庭里面，他深层的情感需求出来，是他需要一个妈，他需要自己一个妈，而他把自己的需求投射在儿子身上，他也觉得他的儿子需要一个绝对的妈，典型的妈，传统的妈。可是他的无意识里面爱上的对象、选择的对象，
我想大概所有的人除了 Matt 之外，都知道维尼不是天生做妈的料，可他就偏偏要去娶一个这样子的女的，然后来冲撞什么？冲撞他内心里面对于母亲应该是如何的矛盾。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不断的在一定要找一个这样的对象，然后来冲撞，然后来修通他内心对于一个女人是应该有过自己的日子，可以不管小孩，还是应该要牺牲自我，还是这两个之间有一个新的平衡？他需要维尼这样子的女人，来解决他内心的疑惑，所以他就无意识找了这样的女人。那维尼也是一样，维尼找了 Matt， 我想维尼他也有他的自卑跟他不受重视的童年，所以他要找到一个非常优秀的。学历啊、身家背景什么看起来非常优秀的男人，可是他忽略一件事，是他又找了一个情感上会忽略他的人，又重复他童年的梦魇。但他不知道，他只觉得他是他要的那个。我跟你说，他这里知道，他是心有所谓的无意识知道，他知道他要在这样的对象里面去冲撞他最害怕的东西，然后成长。可是他意识上他不知道，他意识上就是觉得我选了一个万无一失的老公，我一辈子再也不用去面对我的自卑。所以夫妻之间，您刚刚问到说，年轻人要结婚，不要说年轻人，连老人要结婚。你谈恋爱的时候，你不会。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这取决于说我们的自觉有多少。如果一个人他对自我的整合程度高，他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他就会比较知道说他可能在发生什么事情。那大部分的人其实是先结婚了之后，我很喜欢讲一个词，就是再来共修。对，差不多。对，再来共修。了解。